分，妈妈就会买玩具给我。如果我考试考100分，妈妈就会买玩具给我。资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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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资格。大家都有资格报名亚拜嘅注释比赛。大家都有资格报名亚拜嘅注释比赛。大家都有资格报名亚拜嘅注释比赛。每个人都有资格报名这次的烹饪比赛。每个人都有资格报名这次的烹饪比赛。每个人都有资格报名这次的烹饪比赛。做咩啊？你牙健康做咩？差唔多啦，啉暗多咖啡哦。当好你吗？哎无？冇兴趣。苏先生，你很愿意去看电影，唔过去冇？唔用我哋。外地嘅事情多多，咩意思？冇乜嘅意思啊。差唔講開，咩冇乜嘅好看呢？原來唔知啊，係想講用去騙所去研究的。中年期，你有上司正經當創什麼呢？小小屁屁。免存，也未正經按人爸離婚哦。唔正經無花錢花講誒，都按呢唔離婚，愛用嘅啊？我咩唔知啊？我一直都知道有阿爸比冇阿爸好啊。唔弄嘅啊，這種阿爸唔愛哦，本啊。有上司，係正經知道像比家家按呢，然後聖經叫嘛嘅好誒，我真唔信佢姑父看你都按好，亞家你好，聽錯有問題啊。都按好，原來係聰媽媽。嘿呀嘿呀，吃東西吃東西啦！魏先生，按第八個。是哩是哩。你回來了呀？這個新聞無重要啦，無人要關心啦。新聞報佢嘅罵啥，佢就係罵啥。哪樣嘅？我家家講啊！你下最重要嘅就係想辦法，讓上海縮到最細。因為一天那樣嘅事情太多文章。爸。參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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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參觀。今年嘅校外教學，愛去參觀博物館。今年嘅校外教學，愛去參觀博物館。今年嘅校外教學，愛去參觀博物館。今年的校外教學